大家有冇諗過，如果我哋嘅宇宙其實係一個黑洞入面嘅世界呢？聽落去好似癲咗咁，但你聽我講完，可能會覺得，喂，咁講都幾有道理喎。我哋成日講宇宙大爆啫嘛，話大概138億年前，一個極度細、極度熱、密到爆炸嘅奇點，突然砰一聲炸開，時間、空間、能量、物質全部喺嗰一刻誕生。但問題嚟啦，呢個奇點喺爆炸之前係乜？喺邊度？點解會爆？你問科學家，佢哋都會話，喂，呢個問題我哋答唔到，因為時間都未開始啊。咁即係話大爆炸之前係冇之前，聽落有啲似哲學問題多過科學問題，係咪？不過有一個好大膽嘅理論試圖解釋呢個謎。呢個理論話我哋嘅宇宙其實就係另一個宇宙黑洞入面誕生出嚟嘅。係啦，唔係話黑洞喺宇宙入面，而係我哋嘅宇宙就係一個黑洞。你想象一下，一粒星死咗之後，重力大到連光都走唔甩，佢就變成黑洞。外面嘅人睇落去，只見一個黑漆漆嘅事件視界，所有嘢一過界就消失晒。但入面會發生咩事，冇人知，因為喺物理上，黑洞中心嘅奇點係一個無限密度，時空扭曲嘅點，數學都崩潰，方程式都唔 work。但有啲理論物理學家就諗，會唔會喺黑洞入面，時空其實被反轉咗？對我哋嚟講係塌縮，但對入面嚟講，可能係膨脹，即係大爆炸。你明唔明個意思？對外面觀察者嚟講，黑洞係吸晒所有嘢入去，但對入面觀察者嚟講，佢哋見到嘅係一個由奇點爆開，時空展開，物質逐步形成嘅新宇宙。換句話講，每一個黑洞都可能係一個新宇宙嘅誕生地。咁我哋嘅宇宙就可能係某個母宇宙入面一個黑洞嘅產物，而喺我哋嘅宇宙入面嘅黑洞，又可能生出無數個子宇宙。好似宇宙版嘅套娃咁，一層包一層，無窮無盡。有啲物理學家甚至話呢個黑洞宇宙理論可以解釋到一個奇怪現象，就係宇宙嘅物理常數。點解啱啱好到可以產生星、行星、生命？佢哋話可能就因為每個黑洞生出嘅新宇宙都會繼承上一個宇宙嘅基因，即係佢嘅物理常數、引力強度、粒子特性。生得成功啲嘅宇宙就會生到更多星、更多黑洞，於是生出更多子宇宙。聽落去有冇啲似自然界嘅宇宙進化論？宇宙唔只係生出生命，佢自己都會繁殖。不過呢個理論最大嘅問題係我哋完全冇辦法證實，因為我哋睇唔到黑洞入面。事件視界就係一道永遠過唔去嘅牆，你想探頭入去睇，對唔住，光都出唔返嚟。所以呢個宇宙係黑洞嘅講法，暫時仍然係一個浪漫到爆，但又無從驗證嘅假說。但我自己幾中意呢個諗法。諗下啊，如果真係咁，我哋依家喺度講緊嘢，飲緊咖啡，抬頭望緊星星，其實全部都係一個更大宇宙嘅黑洞肚入面。而當我哋宇宙最終冷卻、塌縮，形成新黑洞時，喺嗰個黑暗深處，又會有另一個新宇宙誕生，可能同我哋一樣，又有生命，又有星星，甚至有另一班人喺討論緊。你話我哋個宇宙係咪黑洞入面㗎？聽到呢度，大家覺得點？我哋係咪真係活喺黑洞裏面？定係黑洞呢個概念其實就係宇宙用嚟隱藏自己秘密嘅一面鏡？無論答案係咩，有時我哋追尋宇宙嘅奧秘，其實都係追緊我哋自己嘅存在意義。下次你抬頭望住夜空，見到嗰啲閃閃星光，記住，嗰度可能就有另一個宇宙誕生緊，又或者嗰啲星光正喺另一個宇宙望返我哋。如果你都中意呢啲咁離奇又有啲哲學味嘅宇宙話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我哋下次再傾關於呢個神秘又無盡嘅宇宙。